如果你仲係將所有秘密、想法同相片都傳晒俾雲端 AI， 你其實每日都喺度流失緊你最寶貴嘅數據資產。大家好，我係深度學習研究所嘅 Benja， 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可以幫你攞返主權嘅神器，就係 Google AI Edge Gallery。呢個唔單止係一個 App， 而係一個可以完全離線、唔使連網、唔使俾錢嘅私人大腦。如果你今日唔學識點樣係自己部手機運行本地 AI， 你將來可能要付出極大嘅代價去買返你本來擁有嘅私隱權。喺呢條片入邊，我會由部機要咩配置，到點樣發揮嘅6大最強功能，甚至係點樣用手機硬件聯動，一炮過話晒俾你知。首先我哋要搞清楚一個概念，我哋平時用嘅 ChatGPT 係租緊人哋個腦，而 Google AI Edge Gallery 係將個腦直接裝落你個袋。呢個 app 係開源嘅，你係 Play Store、App Store 甚至 GitHub 都可以直接下載，完全唔使排隊。不過要喺手機裝個腦係有門檻嘅，呢個就係我想講嘅硬件要求。如果你部手機 RAM 太細，你根本玩唔到。你可以想象 RAM 就係一張台， AI 模型就係一本書。如果你張台得個幾尺，你連本書都開唔到。入到去個 App， 你會見到6個核心功能。第一個介紹係 Ask Image， 網上揾咗一張植物相，想測試下呢個離線大腦嘅眼力。Edge Gallery 好快就俾咗個答案我，但當我連返網用 Gemini 對比嗰陣，發現真係會嚇死人。原來我揾嗰張係有毒植物嘅相，Gemini 認得出，但 Edge Gallery 認錯咗。呢個測試話俾大家聽，雖然佢係你嘅私人大腦，但始終係輕量化模型，千祈要小心。第二個係 Audio Scribe 語音翻譯，我模擬咗一個去日本餐廳點壽司嘅情景，由三文魚到大拖羅，甚至係要去芥末、要熱綠茶呢啲細節，俾佢去做語音轉錄，翻譯成日文。結果呢，我只能夠講係9唔搭8。如果你照住個答案俾店員睇，我驚你未食到壽司就已經俾人打。呢個功能目前真係只可以當係實驗性質。如果你依賴佢去旅行，你可能會流浪街頭。跟住係 AI Chat， 即係最基本嘅對話。呢度有個秘訣，你可以係設定開啟 Thinking 模式。雖然答得慢少少，但佢會行多幾步，思考多幾層，答出嚟嘅嘢會更加周全。我測試過問佢喺日本遇到交通意外應該點算，佢俾出嚟嘅程序都算合格。起碼可以係你慌張嗰陣做個參考。之後係最近好 hit 嘅 Agent Skills， 如果你係 AI Agent 玩家，一定唔陌生。佢可以執行一啲預設嘅功能。我嘗試放自己寫嘅 Skills 檔案入去測試，一入就 hang 機，完全喐唔到。如果你哋有成功玩到自定義功能，記得喺下面留言分享下。第5個係 Prompt Lab， 呢個功能係我最推薦嘅，特別係用嚟改寫一啲絕對唔可以放上網嘅商業合約或者私人文件。因為所有處理都係喺你手機入邊發生，完全冇被偷睇或者被數據收集嘅風險。最後係 Mobile Actions， 可以直接用語音叫 AI 幫你開電筒或者 send email。雖然呢啲功能而家睇落仲好似好一般，但佢展示咗 AI 直接控制硬件嘅可能性。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如果你用開平時嗰啲連線版 AI， 你一定會覺得呢個 Edge Gallery 好廢。老實講，我覺得佢只能夠做一個示範，點樣係本機離線用 AI， 只能夠係用嚟做一啲特別私隱嘅工作，或者作為網絡狀態唔好嘅備選方案。如果你覺得今次最新 AI 介紹對你有幫助，請都俾個讚支持下，訂閱深度學習研究所，我哋下次見。